睇 LCCF TV。喂，你好，各位觀眾，多謝你收睇。其實我哋好似覺得電池電動巴士係一啲好新穎嘅事物，係要到啲新千禧年開始嗰陣，先至真正引入咗新技術。事實上喺2015年 Metroline 宣布引入佢哋聲稱係全英國第一架電池電動雙層巴士，並會喺98號線行駛。但係電池電動巴士嘅起源其實可以追溯到更耐之前，所以請跟住我返去1880年代，冇錯，就係1880年代，等我哋一齊探討電池電動巴士嘅歷史。大家總係以為電池電動巴士係新事物，係一種新技術。喺巴士行業，技術往往會被循環再用，搬嚟搬去，重新包裝，然後變成其他人嘅主意。而家雖然有 Alexander Dennis 同 Wright 呢啲公司喺度賣主流電動巴士，但喺呢一切之前呢項技術其實已經存在咗好多年。對低排放嘅追求其實始於1990年代，當時好多公司都用緊城市柴油，即係超低排放燃料。可能你哋好多人都一樣，仲記得見過好似 Big Bus 觀光巴士咁，車尾窗貼住我用城市柴油行駛嘅貼紙。巴士嘅排氣管亦都會安裝柴油碳微粒濾清器，呢啲係 Eminos 濾清器。當時傳媒對呢啲嘢有好多報導。之後呢，我哋就有啲歐盟排放標準之類嘅嘢呢，係為咗符合引擎嘅排放標準而引入咗。再睇返2006年喺倫敦，當時發現交通運輸佔咗倫敦二氧化碳排放量嘅大約20%，而巴士就佔咗交通運輸總排放量嘅5%。老實講，呢個數字聽落咧，其實唔算好多，係咪？但如果倫敦交通局將成個倫敦巴士車隊轉晒做零排放車輛，每年就可以減少市內大約20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。仲有人聲稱營運混合動力同電動巴士比行柴油車仲要平。我知道你哋當中有啲人同我一樣，對電池電動車持有一啲懷疑態度。我唔係話我哋唔想要低排放車輛，因為我哋確實想要，但我個人認為佢可能比電池電動車更實際。值得記住嘅係，幾年前係政府叫我哋買柴油引擎車，因為佢哋話咁樣對環境更好。而家政府雖然係另一屆，又叫我哋買電動車。早喺遙遠嘅1888年秋天，Ward Electric Car Company 就已經喺倫敦警察廳正式獲得咗營運牌照。根據當時嘅一啲歷史報導指出，呢件事係喺1888年秋天發生嘅，或者當時進行過小型試驗。而可以確定嘅係，佢喺1889年1月肯定運行過。呢啲試驗見證咗一架電池電動巴士喺倫敦市中心街道行駛嘅長達8英里，當時嘅時速達到咗令人驚訝嘅7英里。如果你冇了解倫敦巴士嘅歷史，你冇會覺得呢件事好令人驚訝，因為倫敦警察廳嘅發牌方面相當嚴格。有一段時間佢哋唔會發牌俾有車頂嘅巴士，因為佢哋覺得重心太高。佢哋唔中意超過一定長度嘅巴士，亦都唔太熱衷嘅倫敦市中心引入8英尺闊嘅巴士。所以老實講，發現佢哋竟然發牌俾呢架車，真係好令人意外。1891年 W.C. Bursey 出現咗大眾視野，佢帶住一架3.5嘅重嘅雙層巴士，由唔少於72個太陽能蓄電池提供動力嘅驅動雙馬達。呢啲馬達會透過減速鏈驅動每個車軸。Bursey 本人並冇製造呢架車，好大機會係由 Ward 或者 Wolverhampton 嘅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mpany 生產嘅。當時出現咗一個問題，而呢個問題而家似乎依然存在，就係電池重量過重。喺嗰個年代呢，要為電動巴士揾到合適嘅車身，亦都係另一個難題。1894年 Electric Motive Power Company Limited 嘗試喺利物浦改裝馬車巴士車身嘅做電力牽引實驗。司機坐得好高，
就係以前馬車巴士司機坐咗位置。馬車巴士司機呢個詞聽落好奇怪，係咪？因為會令人聯想到一隻馬喺度揸巴士。但我希望你哋明白，我想表達佢哋傳統上呢，馬車巴士司機呢要坐到好高呢，先可以控制到落馬。佢哋會坐喺馬車巴士上層附近，所以需要一條好長嘅轉向柱喺控制馬車巴士嘅前軸。佢落確實係有啲危險，係咪？我哋睇落去，只要踩一下重迫力，嗰架嘢就會向前翻，睇落唔係幾好。我唔知坐喺上邊會有咩感覺，你呢？1896年11月，倫敦電動巴士公司喺佢哋嘅實驗巴士上邊採用咗電車式嘅車身，咁樣司機就要企喺平台上邊揸住一個完全垂直嘅盤，幾乎就好似船長喺船上邊導航同埋駕駛咗佢哋隻船咁樣。到咗1897年年底，同一間公司試用咗一款新嘅 Radcliffe Ward 單層巴士，之後可能仲有3架由總部設嘅 Wolverhampton 嘅 Electric Streetcar Manufacturing Syndicate Limited 製造嘅巴士。但係好可惜，呢間名頭響亮嘅製造公司喺1901年年初就清盤啦。喺呢件事之後無奈，即係1903年，混合動力巴士亦都首次出現。呢架係美國製造嘅 Fisher， 喺倫敦行駛，有15個乘客座位。佢係一架汽油電動車，配備咗一個汽油引擎，用嚟帶動發電機為電動馬達提供電力。而呢個強大嘅電動馬達就負責最終嘅動車輪。1907年7月15號，倫敦電動巴士公司開通咗第一條來往維多利亞站同利物浦街嘅路線。咁我之前提過關於倫敦警察廳嘅牌照問題。事實上，直到嗰陣時，蘇格蘭場一直都係一個障礙，一係就因為車輛太重而被拒絕發放永久牌照，一係就好似 Fisher 咁，因為太闊。倫敦電動巴士公司最初有5架雙層巴士，到咗1909年2月，規模達到最大，擁有21架車。當時嘅營運緊2條延長路線，分別係由 Fulham 經維多利亞去到利物浦街，同埋由 Cricklewood Brondesbury 去到維多利亞。巴士車身由上嘅深朱古力色同黃色，並採用咗 Improved Electric Traction Company 嘅底盤。呢啲底盤裝咗34座嘅車身，由 Shepherd's Bush 去 Brown and Hughes 或者 T， 由位於 Chalk Farm 嘅 H. Lewis 製造。佢嘅登記嘅車牌號碼係 LC5768， 同埋由 LN701 到 LN720。巴士係由44組 Opperman 電池負責驅動，令到整台巴士嘅總重量增加咗23英擔。公司喺利物浦街站後面嘅 Earl Street 買嘅廠房，嗰度就係巴士充電嘅地方。14至16匹馬力嘅馬達喺動住後活軸上面散齒輪嘅傳動軸，同當時常見嘅鏈條驅動相比，呢個係一個相當現代化嘅選擇。而家全國各地都會成立其他電動巴士公司嘅推廣類似嘅項目。呢啲地方包括伯明翰、曼徹斯特同埋諾定咸，但係喺倫敦以外，只有喺布萊頓佢哋先會投入服務。不過呢，喺巴士只會喺另一間公司嘅名義下投入服務，嗰間就係布萊頓、霍夫同普雷斯頓聯合巴士公司，亦即係布萊頓同霍夫地區巴士公司嘅前身。喺1909年至1910年間，呢間公司接收咗4架新車。呢啲車嘅登記號碼分別係 CD775、CD806、807同埋 CD995。可惜，倫敦嘅電動巴士營運嘅1910年3月結束，而部分巴士之後被轉去修適士郡繼續行駛。呢啲車係 LN708 到 LN720， 雖然其中一啲實際上並冇投入服務，而係用嚟做零件。喺修適士郡行駛嘅嗰啲巴士會一直服務到1916年左右。喺倫敦電動巴士公司倒閉前1年，
倫敦總巴士公司，佢哋喺位於奧爾巴尼街嘅總部試用咗一架 Crompton 電動電池巴士。呢架車係基於電動巴士結構底盤，而喺嗰對 Crompton 7.5匹馬力嘅摩打，需要唔可以少過37千瓦嘅45單元蓄電池，去維持成個系統嘅運作。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相當創新嘅設計，因為喺電池同實際摩打之間呢，仲有一個電動發電機，咁樣會令到電壓下降嘅時候，電流會相應咁樣上升，從而避免損壞蓄電池板。當呢架車由靜止狀態開始啟動，或者係喺度爬坡嘅時候，佢當時只係掛住個試車牌，最高嘅行嘅時速可以去到12英里咁快。不過喺呢6嘅7英擔嘅總正重量呢，已經遠遠超過咗當時倫敦警察廳所設定嗰個嚴格限制。而當時嗰個限制呢，其實係3盒10英擔。去到1913年，英國正式由美國嗰邊進口嘅第一批小型嘅2釐愛迪生底盤。呢啲底盤會裝上英國製造嘅單層車身。呢啲車會由唔同嘅市政機構購買。一個小型5匹馬力嘅摩打，由一個60單元嘅蓄電池供電，電池可以分散裝喺座位下面嘅平衡重量，動力會通過慢向軸傳送到差速散齒輪副軸，最後通過靜音滾子側鏈傳送到後軸。呢啲巴士喺最高時速維持喺12英里，喺平坦嘅路面上充電5個鐘，預計可以行到50英里。睇返記錄，喺接落嚟嗰7年入邊，好似大約有17架投入嘅服務，而呢啲車分別由 Derby 擁有1架喺 Lancaster， 訂咗5架 Southend， 訂咗1架 South Shields， 佢哋2架 West Bromwich， 佢哋4架，而 York 都冇乜4架。其中一啲巴士會裝上後門車身，但大多數都係前門上落嚟。Lancaster 嗰幾架嘅車頭位置仲有向前突出嘅踏板。1920年代對電動巴士嚟講係一段相當令人失望同埋沉寂嘅時期。1921年 Ipswich、Grantham、Sims and Jeffries 推出咗佢嘅 Orwell 電動巴士，係基本上係用 3.5 嘅電動貨車底盤改裝，上邊起咗個40座嘅車身。嗰2部 8.5 匹馬力嘅電動摩打係由 IMV 40單元電池供電嘅。喺嗰個年代，最終驅動仲係用鏈條，技術算係幾落後。呢個可能就係點解呢架巴士嘅最高時速只有9英里，而且幾乎冇乜人會去留意佢。佢喺巴士營運商對佢有興趣，所以佢最後只係幫 Accrington 嘅 George Hargreaves 公司載咗工。1925年9月 Liverpool Corporation 購入咗個2參重嘅 Walker 電動電池底盤，再裝上自家設計嘅25座前門車身，專門用作校巴之用。呢架車嘅編號係 K1593， 而佢嘅電力供應則係源自於一個43單元嘅 Exide Ironclad 電池。據信喺1926年 Southampton Corporation 接收咗當時最大型嘅單層巴士。呢架係由 Clayton Wagons 製造嘅34座後門巴士，平路時速可以去到14英里，就算喺1/5嘅斜坡上邊時速都有5英里。Lancaster 公司喺1940到1948年間生產咗幾架電動巴士，無疑係受到當時汽油配給制度嘅刺激。而呢啲巴士入邊至少有一架嘅 Blackpool 試行過。1967年 Crompton Electrics 為電力委員會將2架標準乳製品運輸車改裝成25座巴士。喺1970年，當時嘅英國工業部要求 Crompton Electric Cars 為佢哋製造2架全新嘅單層巴士。呢2架巴士採用咗 Leyland 900FG 底盤以及 Willowbrook 車身，車廂內最多可以容納26名嘅乘客。不過喺投入服務嘅頭4年，2架車都只有9個座位，可以容納17個企位乘客。呢啲車配備咗110單元嘅鉛酸動力電池，容量有376安培小時。2次充電之間嘅行駛里程
由市中心交通擁擠時嘅35英里到唔停站行嘅時嘅70英里不等。同早期嘅電動巴士唔同，呢啲巴士喺平地上嘅時速可以達到25英里。第一架出現嘅係 CWO516K， 由3月到7月，喺1972年，佢喺列斯市中心行2條單一票價嘅路線。之後嗰2個半月，佢喺石飛渡過，嗰度嘅地勢多山好多。由1972年11月到1973年1月，佢喺伯明翰喺西密德蘭 PTE 中心巴士線行駛，同 Comma KC60 中型巴士一齊進行評估。喺1973年底到1974年間，呢架巴士亦都喺愛丁堡、諾定咸、沃靈頓同車士打試行過。與此同時，第2架亮相嘅車最初登記嘅車牌係 CAX379K。喺1972年6月到1974年7月期間，佢去過幾個城鎮，仲重新登記做 CWO600K。佢先喺利物浦行，之後交俾班尼茅夫，喺隆冬時分沿住海濱嘅 Undercliff Drive 試行，當然係淡季啦。之後再交俾 SELNEC PTE 佢哋決定嘅保頓市中心嘅免費巴士服務度評估嘅。唯一試用過 Cromptons 嘅國家巴士公司營運商係 Eastern Counties， 佢哋將 CWO600K 編號為 E1， 行落域治火車站到醫院嘅路線，之後轉去彼得伯勒行咗1個月，最後喺1976年，佢遠赴英國嘅另一端姆布力般同曼徹斯特，接受咗一系列嘅專業評估。1976年稍後時間，佢哋被賣俾南約克郡 PTE， 佢哋將座位增加到21個，編號為1000到1001，並將佢哋投入新嘅唐卡斯特小巴路線。喺1973年嘅時候，曼徹斯特嘅 Cellnex 宣布打算試用當時最大型嘅電動巴士。呢款巴士採用 Sedan RU33 底盤同 Sedan 車身，總共可以容納多達65名乘客左右。呢架所謂嘅無聲騎士由 Chloride 提供電力系統，佢哋用咗一個165個單元嘅電池，輸出功率係329安培小時，為一個 English Dynamic Construction F 級摩打供電。呢架車編號係 EX21， 登記車牌係 XVU387M。佢喺1974年3月亮相，設有50個座位。佢開始喺曼徹斯特嘅 Redditch Victoria 路線行駛，之後冇耐佢重新登記車牌為 XVU387M。到咗1976年，Cellnex 已經變成咗大曼徹斯特交通局，佢哋仲將呢架車借去愛爾蘭進行測試。大曼徹斯特交通局之後，再向 Lucas 訂購多一架巴士，呢架車係一架中型巴士，佢嘅編號係 EX62。而車牌號碼就係 GNC276N。 呢架車喺電池用咗聚丙烯配件，而唔係平時常用嘅橡膠。Lucas 對外聲稱呢種設計可以增加每磅重量嘅輸出功率。喺1975年秋天， Ribble 有一架車牌係 OTF354M 嘅 Leyland National 461，同原本嘅柴油驅動系統改造成咗電動馬達。佢喺車身進行咗結構上嘅加固處理，以承受後拖桿嘅重量，仲額外安裝咗一台由德國製造嘅 Bosch 電動馬達。裝拖桿呢係因為要拖住一個 Dyson 製造嘅拖架，用嚟裝載氯化物電池，咁樣就令到成架車嘅總長度達到咗44尺7寸嘅長，而且總空載重量係21噸同埋12英擔。嗰年11月，佢開始喺 Runcorn 巴士專用道測試，由 Crossfield 汽車服務公司租用營運。呢架巴士嘅編號係 XEB461。雖然係幫 Crossfield 做嘢，但呢架車仲保留住 Ribble 嗰種嘅縮紅塗裝。喺進行改裝之後，呢架車最高行嘅時速約39英里，每次充滿電8個鐘就可以行大約50英里。
而安裝上去嘅電池則有4年嘅使用壽命。由於呢架車太長，必須獲得環境大臣嘅特別許可先可以行駛。不過佢唔準嘅公共道路行，所以先至去咗 Runcorn 巴士專用道。呢個特別許可嘅1976年10月31號到期，但國家巴士公司申請嘅延期。據信呢個實驗倉1978年結束。結論係電池驅動嘅電動巴士並唔係完全可行。可惜嘅係呢架可憐嘅舊巴士並冇改返做柴油車，相反佢被 Crossfield 拆解咗，用咗車身零件去維修車隊入邊另一架損毀嚴重嘅 Leyland National。好啦，希望你中意呢段關於早期電動巴士嘅回顧。呢啲所謂嘅新科技其實都唔係咩新鮮事，係咪呢？當然，除咗呢啲之外，仲有終極嘅電動巴士，就係無軌電車。我好想聽下大家對呢啲車嘅睇法同意見，所以請喺下邊留言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點讚、支持同分享。仲有唔好忘記訂閱我哋頻道。非常多謝大家收睇呢條片，同埋一直支持我嘅頻道。如果你中意頻道嘅內容同埋我製作嘅影片，你可以隨時透過超級感謝掣請我或者我其中一架巴士飲飯杯，只要點擊嗰度跟住指示做就得，我會非常感激。再次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